大家仲記唔記得拍咗7集嘅古惑仔電影系列？估唔到呢5個古惑仔喺20年後仲可以食翻呢條水。13年佢哋合體搞咗4場歲月友情演唱會，因為反應太好，喺14年搞多2場拍拖，仲去埋澳門同美國演出啊！原來古惑仔喺內地個勢好勁噶，所以一直都有人揾佢哋巡迴演出。不過佢哋太忙，直至舊年10月先至夾到期，去咗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西湖、天津好多個地方演出。對上嗰個禮拜六就喺浙江省嘅徐州演出，由舊年10月到今年7月去咗16個地方，唱足19場啊！據知佢哋每場演出係收350萬人仔酬勞，19場就有6000幾萬人仔啦，計翻港紙近8000萬啊！5個人入面，以小春同伊健嘅身價最高，不過佢哋冇要求收多啲，所以歌酬係5個人平分，一人都有港紙1600萬啊！不知幾和味啊！